同你哋講個真事，聽完你下巴都得掉地上。你話追星，正常人追星係乜嘢樣？買專輯，睇下演唱會，頂多喺機場掹幾個鐘頭等偶像出嚟，遠遠影張照發個朋友圈啊嘛。但係喺日本有咁一位姑娘，佢叫嘅藤美由，2000年出世嘅追星追出咗一個全新嘅境界。佢將追星呢件事硬生生玩成咗一部諜戰片，而且唔係嗰種爛大街嘅諜戰片，係嗰種你睇完之後倒吸一口涼氣，覺得編劇腦子都編唔出嚟嘅諜戰片。點解呢？因為呢姑娘幹咗一件事，佢覺得自己長得唔夠好睇，被偶像嫌棄咗一眼。佢冇喊冇喊，冇喺網上發小作文賣慘，佢直接跑去整容，將自己成個面換咗。換完面之後，用一個全新嘅身份重新混進偶像嘅社交圈，一步一步接近佢嘅目標，最後將兩個未成年偶像嘅事業炸咗個底朝天。你話呢叫追星咩？呢叫追殺啊！好，我哋將時間往返到一度，美由呢個人一開始就唔係乜正常粉絲，佢係一個標準嘅私生飯。乜嘢叫私生飯？就係嗰種專門侵犯藝人私生活嘅極端粉絲，跟蹤、偷窺、偷嘢，乜嘢缺德事都幹得出嚟。日本傑尼斯事務所你哋知道啊？就係嗰個出咗無數男團嘅超級經紀公司。美由痴迷嘅就係傑尼斯旗下一個叫 HiHiJetz 嘅男團，而佢最痴迷嘅嗰個人叫做界龍斗。作界龍斗當時幾大呢？未成年，美由自己亦都係未成年。一幫小屁孩幹出嚟嘅事，比老江湖仲狠。話說翻嚟，美由當時瘋狂到乜嘢地步呢？佢直接喺地鐵上倒作界龍斗，唔係遠遠睇一眼嗰種，係貼上去騷擾嘅嗰種。結果呢，作界龍斗睇咗佢一眼，咁表情你哋可以自己腦補一下，大概就係嗰種呢邊個啊唔過嚟嘅嫌棄面。據說就係因為嫌佢長得唔好睇，直接無視咗佢，離開咗。就呢一眼，就呢一個白眼。換正常人可能返屋企喊一場，發個貼紙罵罵偶像，然後該做咩做咩。但美由唔係正常人，呢姑娘被白咗呢一眼之後，心裏面種下咗一粒種子，唔係我要變美讓你中意我嘅種子，係我要變美讓你後悔嘅種子。佢去整容咗，唔係微調，唔係打個玻尿酸墊個鼻子嗰種小打小鬧，係真正意義上嘅換頭。整完之後照鏡子，同之前完全係兩個人。兩個人到乜嘢程度呢？之前俾佢當面騷擾過嘅作界龍斗，後嚟再見到佢，完全冇認出嚟，一啲都冇認出嚟。你話呢整形醫生嘅技術牛唔牛？牛，但美由用呢張新臉乾嘅事，就唔係牛唔牛嘅問題啦，係缺唔缺德嘅問題。至於佢呢一筆巨額整容費到底邊嚟㗎？有人估係援交，有人估係屋企有錢，到而家都冇個定論。但唔理錢從邊嚟㗎，佢呢一筆投資嘅回報率可以話係炸裂㗎。變靚之後，美由冇直接去揾作界龍斗，佢要係直接揾上門，咁就太冇技術含量啦，對唔嚇？佢嘅套路比呢一精細多咗。佢先交咗一個朋友叫人美，人美呢個人呢，啱啱好認識 HiHiJetz 嘅另一個成員橋本良。橋本良係邊個？就係作界龍斗嘅隊友，同一個團嘅兄弟。美由通過人美嘅介紹認識咗橋本良。橋本良一睇，喲，呢個小姑娘幾好睇㗎。然後呢兩個人就好上啦。可憐嘅橋本良啊，佢係真心實意中意美由㗎。佢完全唔知道眼前呢個甜甜嘅小女友，就係之前喺地鐵上瘋狂騷擾佢隊友嘅嗰個私生飯。佢更加唔知道嘅係，自己喺美由眼入面壓根就唔係啲乜嘢男朋友，佢就係一塊跳板，一塊用嚟接近作界龍斗嘅人肉跳板。講到呢一度，我插一嘴啊，如果你淨係睇緊呢期視頻，覺得呢個故事離譜到俾你想轉發俾朋友一齊鬧，咁麻煩你順手點一下熱推。YouTube 嘅算法就呢個德性，你唔點熱推，呢一視頻就推唔出去。再炸裂嘅故事，亦只能夠喺角落裏面食灰。你每點一次，就係幫我偉哥將呢啲三觀震碎嘅事，俾更多人睇見。好，我哋跟住講，美由同橋本良埋埋一齊之後，借住男朋友嘅女朋友呢個身份，自然而然地進入咗 HiHiJetz 成員嘅社交圈。而佢真正嘅目標作界龍斗就喺呢一個圈子度面。通過橋本良嘅介紹，
美由終於見到咗作界龍鬥，然後美由又將作界龍鬥亦都攞低咗。你品品呢個局面，橋本良同作界龍鬥，同一個團嘅隊友台上稱兄道弟，台下共享一個女朋友，而呢個女朋友就係之前被作界龍鬥白過一眼嘅嗰個私生飯。網友後嚟管呢兩個人叫啲乜？叫血兄弟。呢個稱號選唔選？選，但貼唔貼切？太貼切啦！你諗下嗰個畫面要幾荒唐有幾荒唐。兩個當紅少年偶像被一個換咗面嘅10幾歲小姑娘耍得團團轉，仲蒙喺鼓裏美滋滋㗎。你話呢個係偶像失格也好，話呢個係年少無知也好，但被一個你曾經嫌棄過嘅人用呢種方式算計，呢種恥辱感大概係一世都洗唔掉㗎。如果故事到呢度就結束咗，咁充其量係一段地下三角戀，圈內八卦啫，頂多大家私下地加幾句，翻唔到幾大嘅浪。但美友要嘅唔係私下地呼，佢要嘅係全世界都知道，呢個先至係最狠嘅部分。美友手裏邊有啲乜嘢呢？有佢勤橋本良同作界龍鬥分別喺床上拍嘅親密照片。注意，呢3個人當時通通未滿20歲，按日本法律都仲係未成年人。呢種相殺傷力有幾大，唔使我話你哋都知道。但美由冇自己將相發到網上，佢比呢個更雞賊。佢揾到咗一個叫李一作嘅粉絲，李一作係橋本良嘅粉絲，對橋本良有嗰種你係我嘅偶像，你點能夠談戀愛嘅佔有慾。美由就好似同朋友聊八卦子，將嗰啲炸裂嘅床照發俾咗李一作，仲帶住一股炫耀嘅敬意。你睇你家哥哥喺床上幾可愛啊！呢個話乜嘢意思？呢個就係故意嘅，佢喺度點火。李一作睇完之後腦子一熱，2019年9月2號直接將相甩到咗網上，大拜集天冧咗，互聯網炸鍋啦！兩個傑尼斯嘅少年偶像同同一個女生嘅床照喺網上瘋傳，日本嘅飯圈震咗3震，路人圈亦都震咗3震。而就喺相曝光嘅第二日，9月3號，美由又幹咗一件更加火上澆油嘅事，佢開咗一場 Instagram 直播，當住所有人嘅面，親口承認咗緊呢兩個偶像嘅關係。你話佢點解要咁做？正常人照片都泄露咗，呢仲嚟唔及呢？佢都好自己跳出嚟認領，因為呢個就係佢嘅目的啊！從頭到尾，佢要嘅就係毀掉作界龍鬥，俾全世界都睇下當初嫌棄佢嘅嗰個高高在上嘅偶像，私底下係乜嘢樣。更可怕嘅係乜嘢呢？美由喺直播裏面仲聲稱，佢唔止同呢兩個人有染，佢仲同傑尼斯其他藝人亦都有關係。呢個話真假唔知道，佢亦都冇攞出其他證據。但光係呢一句就足夠俾成個傑尼斯事務所焦頭爛額啦。照片流出之後第8日，傑尼斯事務所終於扛唔住啦，發咗一份官方聲明。聲明裏講咗乜嘢呢？話相係真㗎。你知道呢句說話意味住乜嘢咩？呢個意味住官方親自蓋咗章。你哋屋企偶像確實同呢個女嘅上過床，相係真係冇 P 圖冇造謠。緊接住處罰嚟了。作界龍鬥同橋本良活動暫停雪藏，一直藏到2019年年底。對於個偶像嚟講，被雪藏意味住乜嘢？意味住你喺最該衝事業嘅年紀被按咗暫停鍵，你嘅舞台冇晒，你嘅曝光冇咗，你嘅粉絲喺度流失，你嘅隊友喺度前進，而你只能夠喺屋企抵住，等住風頭過去。而且冇忘記喺傑尼斯事務所有一條大家都心知肚明嘅潛規則。偶像唔准談戀愛，你傾咗被拉咗，嗰對唔住，後果自負。作界龍鬥同橋本良不但止傾咗，仲被影咗笑，仲被全網睇咗，呢個處罰已經算輕噶啦。但你企喺呢兩個男孩嘅角度諗下，佢哋何嘗唔係受害者？佢哋從頭到尾都唔知道嗰個同佢哋親密嘅女孩就係一個精心策劃咗復仇計劃嘅私生飯，佢哋被利用咗，被算計咗。被當成咗一盤棋上嘅棋子，最後仲得自己買單。橋本良尤其冤，佢只係單純咁中意咗一個女孩，結果發現呢個女孩嘅目標根本唔係佢，佢就係個工具人。從開始到結束，佢喺美由眼裏連個對手都算唔上，只係通往作界龍鬥嘅一條路。你話呢個事邊個最壞？美由當然係第一個，但嗰個李一作呢？佢打住偶像
不該談戀愛嘅旗號，將未成年人嘅私密照片往網上一甩，呢個叫維護正義咩？呢叫侵犯隱私。喺日本法律裏面，泄露未成年人嘅隱私相，呢個係可以追究法律責任㗎。你氣歸氣，你罵歸罵，但你將人哋嘅床照公之於眾，你都唔係乜嘢好嘢。張美柔，佢將相發俾李一作嘅時候，唔通唔知道呢個相會被傳出去？佢當然知道，佢就係故意㗎。佢喺利用李一作當槍手，李一作以為自己喺度替天行道，殊不知自己先至係美柔手裏面最後一粒子彈。兩個人一個搶住明白裝糊塗，一個搶住糊塗裝明白，合力將兩個未成年男孩嘅人生炸咗個稀巴爛。呢個心思之細密，呢個佈局之狠毒，讓幾多網友三觀震碎。有人管美柔叫私生飯界嘅祖師奶奶，有人話佢係追星界嘅女版基督山伯爵。你唔好話呢個稱號仲真就幾貼切嘅。基督山伯爵亦都係俾人睇唔起，然後改頭換面翻嚟復仇噶。只不過基督山伯爵復仇嘅係真正害咗佢嘅人，而美柔復仇嘅原因呢，僅僅係被偶像白咗一眼，就一個白眼，換咗張臉，瞓咗佢隊友，再瞓咗佢本人，拍咗相，揾人曝光，毀咗佢事業。呢個報復嘅力度同嗰個白眼嘅分量完全不成正比。呢個唔叫復仇，呢個叫喪心病狂。後嚟呢，作界龍鬥同橋本良喺被雪藏咗幾個月之後，終於喺2019年年末前後慢慢復歸咗。但呢個污點會跟住佢哋幾耐？可能係一世。每次有新粉絲搜佢哋嘅名，彈出嚟嘅第一條可能就係呢個醜聞。而美優呢，佢拍拍屁股走咗，留得一地雞毛，讓人哋收拾。所以話呢一夥人裏頭冇一個係贏家。美柔將人哋毀咗，都將自己暴露咗。橋本良被當咗跳板，作界龍鬥被報咗復。李一作以為自己正義感爆棚，結果可能自己亦都得面對法律風險。一群冇長大嘅小屁孩攞住菜刀玩真心話大冒險，最後每個人身上都掛咗彩。呢邊個係乜嘢偶像同粉絲嘅關係啊？呢個就係一場邊個亦都冇諗全身而退嘅修羅場。所以我就講一句啊，特別係年輕嘅觀眾們，追星可以，瘋可以，使錢可以，但你要係追到將自己變成一個怪物，咁就唔係追星啦，咁係自毀。你身邊嗰啲睇起嚟人畜無害嘅人，你永遠唔知道佢腦子裏邊喺度盤算乜嘢。管好自己，離瘋批遠一啲。呢個世界上最可怕嘅唔係明面上嘅壞人，係嗰種笑嘻嘻坐喺你隔離，已經將你算計咗800遍嘅人。好啦，我係偉哥，我哋下期見，拜拜。